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12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一台救援直升机上午降落伫成功大学，去引大批师生围观。这台护翼已经超过40吨的内政部空中勤务装备直升机，最近退休，转做学术的用途，所以赠送予成功大学的航太系作为教学使用。编号 NA506的救援直升机出现伫台南市区，也引起侪民众围观。其实这是伊最后一撮的飞行。会知8点对台东出发，沿着南回海岸驶过恒春，途中佫降落伫小港机场来做准备，最后佫飞到成大校园，精准降落伫成大航太系头前广场，并正式将这台救援直升机交送予成功大学航太系作为学术的用途。负责这段飞行的空勤队老教练也简单说明了这台直升机过去的救援经历甲目前无人机的状况。这架它的机型是 UH-1H， 它原本是在陆军航空指挥部在民国91年移拨给空中消防队。93年我们成立空军总队，然后它总共在我们单位总共服役了15年多。它这个历经了很多的山难海难救援啊，还有这个88风灾或者是紧急的医疗后送啊，它都有参与。那可以说是它的丰功伟绩是我们可以做津津乐道。未来这台直升机将会当予加侪航太系的学生借由实际观察，来更加了解到飞行原理。这架直升机当然对我们来讲，主要就是教学、研究还有展示了哈。因为我们在归仁校区已经有3部定翼机了，那直升机的部分我们确实比较缺乏。那这一部算是很经典的直升机哈，对我们来讲，我们还有很多的研究的价值啊，还有包括它的民航领域，还有整个这个通用航空，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的这个机具。直升机降落了后，也马上用锁仔固定起来，并靠着侪师生合力将直升机来定位。成功大学未来也将会规划停机坪，予直升机一个厝，避免风吹日晒，嘛方便来进行着教学甲研究。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市府第2官方语言专案办公室扩大营业优先店家服务范围，今年协助400间的业者制作商业菜单，有真侪知名的餐厅甲小食店拢踊跃参与这项计划。由市府第2官方语言专案办公室推动的营业优先标章认证计划，辅导台南店家提供商业菜单，并列伫外国朋友使用频繁的美食网站甲 APP。今年度更加伫 Google Map 顶面建立营业优先店家，游客只要扫描纸本地图的 QR code， 就当连接相关的资讯，算是全台首例。第2官方语言专案办公室认为，这次不但建立美食的资料库，也当达到国际行销的目的，让更加侪人会当认识在地的美食文化。能够将这个双语菜单拓展到全台南市，是第一个非常重大的指标性的意义。那第2个意义呢？这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个双语菜单的推广计划，它是一个台南美食小吃资料库的建制过程。那这个只是一开始的起步，我们希望说，让这个资料库它可以越来的越丰富，越来的越强大。那这400个店家呢，我们帮他所翻译的这些包含菜名啦、用料啦等等的，未来都可以在这个资料库里面找得到。所以呢，台南市民或者是店家，他们未来在我们这个资料库里面就可以找到任何他们想找的菜。那我们背后的意义，其实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店家，他
当他有了共识跟使命感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愿意上我们的资料库自行列印双语菜单。今年到所府队店家总有400间，范围扩大到湾台南关的地区，亲像药整的酸药饼、在花烤的肉粽、西景村的卤味等等地面店家，拢共同参与这项计划，共同建立一个营业的优先环境，来吸外资，也带动国外观光客的人潮，提升国际知名度。电视本张山林根参报道。市府社会局为着要向市民报告一冬来各项施政的成果，局长刘淑慧特别变成温暖柑仔店的店长，感谢侪侪热心关心的个人甲团体。局长强调，政府的资源有限，民间的力量无限，因这是推展福利政策上界强的靠山。这一冬来，透过影片的整理，除了展现社会局丰富的成果，加上今年总共收到91笔团体甲个人的捐款，总数高达2500多万。所以社会局为了感谢长期支持的单位，来推动温暖大台南。商务局长以颁发感谢状，肯定因正是台南推展社会福利上强的后盾。从幼儿、青少年、弱势家庭长照2.0等等的，真的是非常多的任务。那在各位的协力下各位出钱出力，或者是协助我们一起推展社福任务，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作为下，我们才能够在今天有一些的成果来跟大家分享。今天就特别邀请一些代表性的团体跟个人来到了会场，那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茶会，除了感谢，那就是感恩哈。会中局长嘛，成为温暖柑仔店的店长，带领所有主管推出各项社会福利政策，强调温暖关怀、马上服务加教育的品质等3大理念。希望新的一冬，各界会当持续支持市府，互爱甲希望充满台南每一个角落。电新闻管制何乔芳采访报道。伊伫农村生活的阿公阿嬷，虽然退休嘛无放弃学习的机会。有人是参加林德农会所举办的高龄者生活改善计划，就是10几冬。上午农会为了呈现因一冬来学习的成果，特别举办发表会，场面热烈温馨。伫林德农会会议室，对满家政办的学员甲志工团团员因所制作的手工艺品以及图画创作相当多元丰富。当中嘛包括17冬前，农会就开始每一冬补助高龄的老大人所进行的生活改善计划成果。农会表示，今年有太子后壁土库等高龄热情参与，上午嘛伊甲大家分享因的特色料理。地瓜。安尼唔通个食，就是地瓜，安尼个加无啊，安尼煮的肉色啊含入去，安尼就是一道点心菜。嘿，啊，迄就是因以早人去挂伫阮食点心，个鲷鱼哈，鲷鱼排，就是特别的，就是我们这个酸辣酱，真的很好吃的酱料安尼。对这群时大人来讲，会当行出户外参与活动，学在个，可以当交朋友，日子加做快乐。我参加家政班吼，来学的甘蔗姊妹吼，是感觉吼足欢喜，互我成长足济。你学什么？即摆就是我若去上课，上课了后，我就教阮带阮这班员，阮班员吼。我感觉阮这班员足好配合，嘛真好，互我学这个，感觉我成长有够济，我感觉足欢喜当然有人是静态学习，有人食较活泼，想要叮当学跳舞。这团加起来岁数超过1600多岁潜水团，一直以来就成为林德农会上好的活康榜。这些阿公阿嬷，他们的配合度是非常好的。而且有些比较身体不太舒服的就是比较肢体上比较有障碍的阿公，其实我们是把他拉出来去做一个复健的部分。像其中有位82岁的阿公，
他就长期参加我们这个潜水团，而且做到一个他本来是有小中风的状况，然后就现在就一个行动自如的部分，而且他们的配合度都非常高，只要有任何的表演，他们都非常热议。所以我想，我们仁德区农会就尽量找舞台，让这些阿公阿嬷去做一个表演的部分。仁德农会都成立的透过加强农村农家的生产加生活经营能力，推出各种的计划，而且看见老大人的需求，互因活到老、学到老，会当在地农化，开始真有远见。等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议员李文静再度针对一中的课本内容召开记者会，要求教育部长到立法院报告开罗宣言承认错误，并且下令修改相关的课本内容。同时，呼吁立法院要办理开罗宣言的听证会，用国际来澄清这段历史。议员李文静甲台湾独立运动人士陈建德上午再度针对移动的课纲召开记者会，因主张开罗宣言其实只是一个新闻公报，也就是无人签名的新闻稿。而开罗宣言是讲好台湾的关键，这个讲法根本就是欺骗台湾人的白操话。经一一揭开教育部长潘文忠三大违背事实的讲法，要求伊承认错误。这个会议公报内底。你若甲看吼，我只有甲会议公报，照一个这考考起，伊就写讲这是一个概括的声明，但怎啊这个日期是写讲共同声明哦，所以这个代志即马安尼伊就知影，那佫毋对啊，第二个片段佫毋对，这伊家己提供的呢，伊这个教育部家己提供出来的这个讲叫做史料的原文，史料原文含伊顶头讲的讲共同声明无符合啊。我嘛希望讲赶紧立法院国会会当来做这个代志。若无呢，这个中国啊，伊一直咧进逼啦，一直来要甲台湾呢咧拆落巴，伊就会经起开罗宣言，这后患无穷啦，所以咱希望讲这个国会啊，会当赶紧经起这个台南市议会一个提案，联署决议通过。赶紧来召开这个听证会，以正国际视听，嘛，互咱全体台湾人民来了解，这个课本的部分呢，嘛，当赶紧来做一个更正，透过记者会，议员李文静甲台湾独立运动人士陈建德要求教育部长潘文忠到立法院报告开罗宣言承认错误，并马上修改相关的课本内容，以及请立法院办理开罗宣言的听证会，用国际来澄清。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先看关键，马上带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以培育台湾新的艺术家为目标的台南新艺奖，举办到今将要迈入第6届。每年的台南新艺奖将以着变形记作为主题，将10位评选出来的艺术家汇合到台南10个艺术展场。文化局正式公布入选的名单。变形记，这是明年2018台南新艺奖要展出的主题。策展人陈明贵表示，希望借由安尼的主题，呈现出10位评选出来得奖的艺术家，用迄款伫咧抽象甲具象之间的作品，来描写无共文化碎片互相融合出来的变形体网络。我是想说，变形这个概念在我脑海里面，它也是一种抽象的一个概念，它可以是不同意识形态的混杂，它可能是
描述我们现在台湾的社会生活，是新生代比较年轻艺术家你们的思考方面，或是对于现在的社会价值观的一些憧憬的一个状态，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变形记的概念。除了希望可以让台南这个老的城市呢有新的艺术能量跟新的艺术活力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可以借由这个奖项扮演台南市的在艺术城市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上，能够扮演一个媒合的角色。那所以我们这奖项可以说是相当的特殊，然后也经过这6年多的这个努力我想台南新艺奖已经成为很多的年轻艺术家，他在他的这个艺术履历里面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上午嘛，同时公布10位台南新艺奖得奖的艺术家，以及台南在地艺术空间媒合的名单。同时依照着艺术家作品的特性，选出3位艺术家林淑宇、谢承佑、甲吴嘉轩，这3位艺术家要来参加明年度的台南艺术博览会。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自由工商今年参加全国汽车工科竞赛，伫汽车修护甲喷漆的类别，拢取得优胜。因为这个比赛参赛者是来自全国的精英，所以学校也感觉非常的光荣。持有工商的学生熟练的操作器具，快速拆解车辆零件，会当做到安尼程度，拢是因为学生平常时不只是上课时间，就连放学以后，甚至是假日，拢不断练习的成果。就亲像是这位汽车使用技能班3年的刘宇哲。就靠着伊的打拼，甲老师的教导，打败了这位全国大专院校学生，得到全国工科赛汽车修护类的优胜，也成为台卡学生学习的科目环。汽车修这个部分是蛮竞争的，都是各校的精英来参加我们的比赛。那全国今年报名人数是71个人。那我们选手的部分，我们都通常是利用我们放学后的时间，还有假日的时间。然后留下来练习。那像这2位选手是还蛮积极主动的，所以这次成绩已经超越我们以往的一些表现。好，那经过我们这样的训练之后，其实选手他们以后投入职场之后是很容易上手的。那尤其是我们这次在练习的时候，让他们去米兹比许还有日产的那个维修厂的时候。里面的干部是还蛮喜欢的，他说希望他们之后毕业后就马上去那边就业。所以透过这个比赛，我们除了建立学生的自信心以外，那也让他们的技术有所提升。另外，持有工商第一届派学生参加的全国工科赛汽车喷漆类的竞赛，也由这位刘伟成同学以着实练的技巧会下优胜。因为厝内面爸爸嘛是从事喷漆相关的行业。所以指导的老师定前往学生厝内来进行教导。我们学校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那我们第一次参加比赛就获得好成绩全省有62个人参加汽车喷漆的比赛，我们获得第15名优胜。那就差了几名了，因为金手奖大概到第9名，我们是第15名，所以成绩非常的好。那参加这个比赛，因为这个学生家里面爸爸刚好是学做喷漆的，所以我们就跟爸爸做合作做 BRT 的合作。那我大概就是每1个礼拜大概会去那边大概4-5天看他的操作状况。那有时候他学生也会回来学校我会跟他讲一下有关于这个比赛的一些这个整个流程因为比赛整个流程跟外面喷漆的状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会以这个比赛的流程为主。将教学的方针主要放伫咧培养学生专业技能这方面，也因此持有工商伫咧汽车相关科学竞赛，每一档拢有好成绩来呈现。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展览这项传统艺术，会当讲是东方版本的马赛克。现在是伫成功3月小西门，都有一场国宝级的展览工艺展览，邀请大家前往欣赏。
存在于过去传统礼物建筑当中的展览工法，随着岁月会晓的人愈来愈少，嘛较无人愿意学。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国宝级大师王宝元的第二道地旅行柜，甲伊的3位学生持续投入创作。这摆用百回邀请，选定灵雕真济小西门展出，会中除了因创作过程的小解，嘛要互民众近距离欣赏传统工艺水。同时，嘛有机会看到因实地操作。文化资产管理处处长嘛特别高度关心，表示展览看起来简单，却有一定的困难度，甚至需要天分才有法度达到艺术品的展级。剪年是我们台南一个传统一个工艺它的一个工序无外乎是这个剪跟捻这个动作。那我想整个工艺的呈现，除了它的形体之外，还有它的一个整个一个所谓它的外貌的一个部分。那我想这个剪黏的部分，主要过去是用在一些传统建筑庙宇的一些基顶或者是一些装饰上面。那民众比较没有机会可以近距离的来看到这些工艺品。那再者是因为现在这个工艺呢渐渐的失传，那其实愿意学习的人也不多，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吕新贵老师带着他3位年轻的一个学生，那一起来办这个展览。那其实主要也希望让更多年轻的朋友在这个一个属于我们一个台南一个文创的一个基地里面，来看到我们这些大师以及这些年轻人他们共同创作的作品。也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来亲近这些工艺，也来能够学习这些工艺。该展览对今仔开始一直到1月7号，就伫新港3湾小西门展出，欢迎市民踊跃前往欣赏体验。第一新闻官及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再要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分有时乌阴的天气，温度17度到24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12月12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